这位女师兄心里很纠结，总觉得需要改名字，以请求菩萨给提示关于改名字，已好几次都不成功，请师父慈悲感应。这位女师兄的名字需要改吗？1978年属马女，陈颖琪，陈耳朵陈，远遥远的远，琪参画完的旁边和其他的琪。陈远琪，哎呀，这个名字要不要改呢？陈远，他讲请求菩萨时刻没有感应，现在请求台长比较容易的。没有啊，他请求你了，请求你不是有感应了？要不要改台长？陈远琪，他属什么的？属马的，78年。不要改了吧？要改啊？不要改了。如果他不要改，不要改了。不要改啊？先暂时不要改吧。暂时不要改。